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8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先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新北市三峡的文主公病院帮25个民众注射无透保的 BNT 预防针。行政院长苏贞昌伫立法院的施政报告，又搁受到国民党团的阻碍，现场吵吵闹闹。副院长蔡其昌宣布叫困调野协商。下礼拜虽然有承诺讲会成立温和政府，也毋过张雪伫南部新闻宣布讲禁止利用伊帮人客剃喙鬚。新闻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先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伫台北市哦，搁有来境外病例。另外第10轮提供 AZ 甲高端的第2轮的疫苗登记哦，即嘛已经开始了。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盖新的说明。今天我们有1例的本土病例哦。那6例的境外移入0死亡的个案，那接种人口涵盖率是53.52%，那即时人口比是62.95%。在新北市这边，恩主公医院他们有发生疫苗接种异常事件的部分。那当天主要是没有开封的25瓶的 BNT 的疫苗，那误判是这个接种后的一个剩余的剂量啊。那目前知道的是有25位的民众接种这些未稀释的 BNT 疫苗啊，这个医院我们已经先让他暂停这个后续的接种啊，直到他能够改善相关的接种流程哈。在 BNT 疫苗的一个后续提供的部分有发生的延迟哦，校园大概还缺大概30万剂哈，所以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在10月8号以前大家都能够接种哦。咱过来疫情等候指挥中心宣布讲，放任大众交通、佮 KTV 等56场所的防疫措施，也毋过有专家就烦恼讲，要安怎来保证讲民众伫 KTV 的包厢内底会专程挂喙暗来唱歌？其实无遐尼简单哦。专家嘛认为，咱啊还是甲病毒共存，就算防疫放任，嘛是爱佮继续挂喙暗、食洗手来减少胃着病的风险。国内新冠本土疫情已经连续3天零确诊，随着疫情缓和，指挥中心宣布放宽部分防疫措施，包括大众交通运输承载上限、分现场人数等，以及 KTV 等56场所。其中 KTV 除了啉水需要暂停挂喙暗，有专家烦恼包厢内空间封闭，要安怎确保民众拢有挂喙暗唱歌，也是真大考验。口罩可能会没有覆盖的那么好。第二个呢，是你戴口罩唱歌呢，你会把口罩把它弄湿了，因为会有一些口水会出来。那这个一般的口罩弄湿了以后，它的防护效果就变差了。此外，专家也认为，新冠病毒会渐渐感冒化。头一摆感染可能是重症，再次感染可能只是轻症还是无症状。因为病毒一直突变的同时，人类免疫系统也会产生高测保护力。到时阵只有1岁以下婴幼儿需要特别注意，也不排除新冠流感合作会注一剂疫苗就会当。估计1年打1次是合理的啦，也就是说，很可能会跟流感有点像哈，就是每年可能要打1次。那它的季节性会不会像流感那么清楚，在冬天非常清楚的一个高峰？这个就很难讲。专家强调，新冠病毒无可能清零，只会当甲病毒共存。降低重症也是死亡率，目前全世界做法拢安尼，互生活渐渐回归正常。不过，就算是放任部分措施，也要继续维持常洗手、挂喙暗等卫生习惯。记者综合报道。昨新北市三峡的文主公病院传出伫英国帮民众注预防针，有25个民众去注射无透保的疫苗，目前这民众的状况佮继续观察。卫生局嘛已经要求文主公病院先暂停疫苗注射的工作1礼拜。国内做新冠疫苗的作业继续的进行，不过日前却传出疑似医疗疏失。三峡文主公病院伫英国英血宫注射站咧做 BNT 注射时阵，替25位民众做的是无经过透保的疫苗关系。而方说明是护理人员交班无完整，向空当中看到挂搭器，就是已经透保才会注射。当时因为有部分的疫苗的盖子已经脱落，所以误认为是已经稀释过的疫苗，所以就没有进行了这个BNT 所比较特别的需要跟其他3种疫苗比较不一样的需要稀释的过程。
新北卫生局马上执行文主公病院对15位民众做健康检测甲关怀，而且搁为即马开始停止文主公病院做疫苗1礼拜。目前15位民众有11个是男性，14个是女性，年岁伫19到60岁之间。有9位民众有意愿已经伫2次住院观察，目前只有出现住的部位会痛的状况，无急性副作用发生。卫生局即日起停止恩主公医院疫苗施打作业1周，卫生局也立刻召集专家组成专案小组进行调查，强化接种流程的确认机制。有医师指出，国外也有同款的个案，甚至有民众是做将近5倍以上，无经过透鼻疫苗，后续追踪无看到明显致命性问题，不过医院爱严格提防，这民众副作用顶悬是毋是有较严重？可能或许会在局部的肿胀感或者是说疲倦感这一部分上可能会比较显著一点。那至于说会不会反而比较容易诱发所谓的免疫风暴或者心肌炎的风险变更大？过去国外曾经发生过的相关经验来看，目前是没有相关的事情发生。变体原液透鼻过程是较复杂。一支本来用住人的人，因讲是25位民众住150人的量，已经住院的民众会观察3天到1礼拜了后才会出院。原本已经有约9月28到10月7日要伫文主公病院注射的民众，会转到清福病院来住。另外2个注射站也安排其他医疗团队来接手。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新北市的蘆洲五股三重埔甲台北市的树林附近哦，伫透早4点51分大停电，有23万户受到影响。早起8点已经恢复供电。台电是表示，这是因为蘆洲一个变电所跳电造成大停电，嘛向民众回示的。讲到透早停电，住伫台北市树林社的民众拢真有感觉，因为当日困的因拢是风热甲切开。啊，久就醒起来啦，人就知影人我醒啊，电力就迄个冷气就袂亮啊，这边嘛停啊，我落来时遐嘛真正嘛停啊。就在洗手间，怎么临时说电都没了？有人早已经起床，准备要去早饭店上班，洗喙洗面拢伫暗暝蒙内底咧进行。到早饭店生意也是爱做，但需要用到电的，亲像烘箱还是饮料烘吹机，佮无法度使用。头家娘个真烦恼，若一直无电，生意真歹做。不太能做生意啦，就是很勉强啊，因为都是熟客人，大家都很配合。社到平台各大社团，佮看到真侪网友发文表示不满，无冷气电风根本无法度困。这场临时大停电，为透早4点51分开始，湘北地区包括蘆洲、五股、三重埔、佮树林一带，23万外户受到影响。台电虽派人抢修，5点外陆续有电。台电指出，原因伫蘆洲的变电所主变压器跳开。时间是在早上的4点51分。那我们接到通报之后，我们就立刻派人抢修。从5点钟开始就陆陆续续有恢复供电。那全部停电的户数是23万户，因为泸州变电所有一个2次变电所的电缆接头故障。那故障源也找到了，也陆陆续续的都完成了复电的工作，全部是在早上8点钟完成复电。台电对停电事故造成民众的不便表示道歉，同时强调后续的强化供电设备的巡视检修，会努力减少停电的代志发生。即间的停电经过抢修，早起8点全部恢复正常，民众的生活嘛恢复正常。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高雄的百货公司、餐厅佮旅馆哦，因为疫情，也就是比去年同期至少减少2成。高雄市政府嘛宣布讲5倍券会当换做高雄券的相关的方案，望讲5倍券会当来帮助高雄的在地店家。红色布棚诱来价值5亿的纸本高雄券塔升山，进行券顶礼拜开放申请。各县市嘛推出优惠方案，高市府28号公布纸本进行券换高雄券的方案，针对百货、餐厅甲饭店3个产业，照进行券消费金额补助100到1000块不等的高雄券。扩大我们振兴的规模，希望能够在疫后的经济不仅在防疫的工作能够落实，那同样也让我们的受困的这些产业能够
加快振兴的脚步。受疫情影响，高雄的百货、餐厅甲饭店3个产业，伫这个期间的业绩分别比去年同期退步16%到22%不等。市府毋拿推出高雄券，倒推出汽机车顶抽奖的奖品，希望借即摆机会振兴受到影响的产业。但高雄在地人认为吸引力无大。用那种方式，就大家喜欢消费什么就喜欢消费，这样是比较好了。如果拿到券，都是去药局买奶粉、尿布这样子。对啊，如果说餐饮的话，就可能普遍性不高啊。真侪在地人表示，振兴券会用伫民生方面，毋过国庆年假就要到啊。加上即摆国庆宴会伫高雄举办，市府嘛希望透过高雄券的优惠，吸引游客伫即摆年假期间将振兴券用伫高雄。记者陈焕武、柯建准高雄报道。再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本地要伫立法院做施政报告，也毋过国民党团又搁阻碍，民进党的立委是以人数的优势保护苏贞昌上台去报告，嘛开始质询，也毋过因为现场哪里立委吵吵闹闹，会议的主席立法院的副院长蔡其昌宣布休困，进入调研协商。苏贞昌伫早起进入立法院之前，嘛接受访问，伊讲，若是无法度上台报告，这是妨害个人第一的权利。伊望讲调研会使团结，毋通互政府抗转。透早9点，国会议场的灯仔开始亮，国民党甲民进党的立委伫主席台客烧，那也要阻挡行政院长苏贞昌做施政报告，留言是要替苏贞昌开路。苏贞昌的麦克阁险险要互人抢去。蔡副院长，各位委员先进，陈长英啊，来立法院做施政报告。来，大家请坐。这样让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心，台湾永续发展，经济成果全民分享。谢谢大家。20秒57字，苏贞昌完成报告，不过哪里个冲突煞是无要煞，搁伫遐硬硬定定。主席兼立法院的副院长蔡其昌宣布施政的总质询开始，第一位是时代力量的立委柯显智，不过现场有关系乱糟糟。所以就是应该要实质去做监督嘛。请问一下，国民党连民国都不敢写是小红吗？小红。民进党甲时代力量的立场相同，毋望会当质询来监督施政。苏贞昌后来伫民进党的护驾之下，总算上台接受质询。依据宪法行使。哪里球员是真袂煞，双方阁互相泼水，因为现场实在伤吵。柯显智只有是暂停质询，时间阁剩24分7秒。主席宣布休困，要调研协商。其实这场冲突对透早7点之前就开始啊。哪里个立委拢想要入去议场，按算占主席台，伫外口一句来一句去。苏贞昌也提早伫8点之前到立法院。不能报告是妨害国人同胞知的权利，也是没有办法让我履行宪法的工作。我们很希望台湾大家都团结一致向前进，不要让政府空转。苏贞昌希望通上台质询，不过议程敢通顺利进行，阁要看调研协商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双十国庆，国防部会出动 CH-47SD 直升机来吊挂史上上大面的国旗，通过总统府头前的观礼台。这面国旗长18公尺，宽12公尺，有45公斤重哦，面积差不多是65平遐尼大。早起伫桃园的龙潭演练。我们的中央吊挂所负载的重量共计有28000磅，那本次的配重包预计是1800磅，加上国旗及吊索，那预计是2000磅。那我们的吊挂负载上是没有问题，总共还有14倍的一个差距。那原则上，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要在每一次的测试阶段，我们都要试出旗帜它会撕裂的一个状况。负责这任务的陆军指出了，吊挂国旗，佮爱一面唱国歌，对飞行员的编队技术来讲哦，是相当的困难。已经训练2个月了。今仔早起6点，总统府的顶上空哦，空中国军嘛出动各式的战机、军机飞过总统府，包括阿帕奇攻击直升机、F-16V、幻象2000、IDF 建国号等等哦。另外，空军的雷虎小组最后嘛会冲场。
再来看总统蔡英文今仔出席世界大商联合总会理监事会议，总统伫致辞的时阵嘛，讲咱国已经向纽西兰提出申请 CPTPP， 嘛呼吁所有大商做伙斗相共，嘛爱伫世界各国来开创商机。大多数的大商嘛拢表达支持哦，望讲加入 CPTPP 会当互咱台湾的产业愈有国际竞争力。总统蔡英文透早参加世界大商联合总会理事会会议，现场致辞的时阵，特别甲全场的大商说明讲，近期要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的进度，强调台湾加入的决心以外，嘛要在场所有的大商来斗相共，做伙来开拓全球的市场。我们已经向纽西兰递件正式申请参加 CPTPP。这展现出台湾的决心，我们也做好了准备。希望我们各位台商朋友可以一起帮忙，为台湾在世界各国打开更多的商机。透底拢伫咧泰国经商，嘛是亚洲大商会联合总会名誉会长刘树添。伊讲伊的工厂设伫咧泰国，主力是生产茶果、鞋啊，才会外销去欧美市场。假使讲台湾若是会当来加入 CPTPP。产品出口，安尼就更较有竞争力。中国打压这个是一贯性的啦，因为台湾没有加入东协，也没有加入其他的贸易组织，所以对台湾来讲是非常不利的。如果加入 CPTPP， 对台湾的经济帮助一定是很大的。假如加入以后呢，我们的关税当然从俄罗斯那边进口是没有多大的差别的。东西要再转出口到东南亚其他的地区，我当然是受惠的。对澳洲来的大商讲，澳洲政府嘛会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强调讲台湾若是会当来加入，安尼是好的较大面。不过嘛有部分的产业可能会受到冲击。澳洲目前来讲的话，它还是蛮支持的，利大于弊啦。就是有利益的话，应该是70个%吧。那比较不利的产业，应该差不多有20几个%吧。对，欧巴法则啦。另外，为着要互加入 CPTPP 推动的工作会当更较顺遂，民进党立委区志伟过国文者的人，下党派来成立立法院策动台湾加入 CPTPP 促进会，要共同来致函予11个会员国国会议长，希望透过立法院积极来说服各成员国的国会议员，会当来争取支持台湾来入会。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南桂林分局一个姓刘的警官互指控讲伊借钱无要还，涉嫌诈欺，佮恐吓伊的债主警方初步调查发现讲伊欠人上千万块，应该是投资失败，专案嘛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咯。相片顶悬欢喜摕到结婚证书的是一个姓刘的警察，才拄到台南桂林分局做巡官。不过最近煞互警界的同事甲朋友告讲，伊欠钱毋还，涉嫌诈欺，甚至佮甲人恐吓。同一个单位的同事听到这个消息，拢感觉真意外。平常的个性在公务上的部分，因为大家在相处的时候都还蛮亲切的，其实同仁都觉得，非常的压抑这样子。警方调查过后，发现讲，这个姓刘的巡官，去年伫警察大学受训的期间，就开始投资虚拟的货币，甲亲友、同事和银行贷款借钱。经过调查，包括桂林分局的同事在内，已经借超过1000万。最近因为钱还袂出来，这件代志接壁空。桂林分局已经完成初步的调查，也做好笔录，刷落来送予检方侦办。虽然经过双方解释之后呢，这个债权人呢因故又撤回告诉，但是本分局绝对会秉持着这不枉勿纵的这个查办到底的决心那在近日之内会函送地检署的侦办。目前桂林分局也暂时把这个姓刘的巡官调去交通组承办业务，听候司法的调查，也会处理债务的问题。若刑事的部分也会进行侦办。警方强调，证据偌济都会办偌济。记者综合报道。航空警察局传出讲，桃园机场 X 光机有采购的备案，有警官涉嫌收科比相，检调将发动搜索约谈，后来一个细陈的承办人员甲厂商洪成压，一个细林的安检队的队长10万块交保。航警局是表示，因会配合检调的侦办。民众出口伫航空公司报到柜台办理登机手续。
刷落来行李托运，通过电工机进行安全检查，当地却发生航警涉嫌收回扣卖品质歹的电工机。航警局出面表示，配合离航站托运行李倒代改建，1809年度采购6部电脑断层扫描仪。预算3亿3600万，以2亿6148万决标。全球已经有超过150座的机场采用这个电脑断层的扫描仪，是现在国际间广泛使用的一个主流的安全机器。航警局强调，伊规定各项安检机器采购拢需要符合美国运输安全局也是欧盟许可，才会当采购，有一定的品质保证。另外，航警涉嫌收回扣，航警局回应属于检调侦查阶段专业配合侦办，若涉嫌违法，将严追究相关刑责，甲科学监督不周人员责任。至于本案，本局全力配合桃园地检署侦办，并秉持这个勿忘勿重，绝不护短。针对此案，桃园地检署立即指挥调查局中部机动站搜查，到回10个人透明精神，靠手机对话等关键证物，目前航空保安科姓陈承办员甲四川首相做着声押，姓林安检队长10万交保，专案调贪污治罪条例，其他12人请回。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中村路的福利花园大楼有住户检举讲当初建设公司伫大楼的1楼电梯设门禁，住户拢袂当对1楼进出只好拢对2楼伊嘛指控讲大楼有将近300平违建。今仔台北市监管处嘛到现场去了解。30几年都没有电梯啊，所以只能走楼梯上去。对啊，只能走上去啊。那要搭电梯要怎么办？就是只能自己走。就上2楼去搭。买菜登去到厝，袂当直接为1楼坐电梯到2楼，敢若会当爬起到2楼，也是讲坐拖链仔的爬梯机才会当来坐电梯。这栋伫台北市中村路福利花园大楼，30年来有上百户的住户拢敢若会当对2楼来出入。就是可以，1楼没用，1楼 B1、B2 都没有用。住户甲独木鸟联名投诉，福利花园的所有官员、福利建设公司因大主大意伫1楼的电梯来设门禁，无允准其他的住户来使用，而且违法霸占1楼，敢若伫1楼的违建有173平，2楼嘛有70平，4栋楼顶嘛有40平，目前违建已经有超过283平，而且各楼梯间仔的安全门嘛拢锁条着。便若是发生火灾，可能就会走无路。其他嘛无照安全规定来设置灭火器，佮甲议员定情。市府嘛敢若回应讲，出入廊甲这个楼顶的水塔是违建的。台北市的超大违建的标准是90平，就已经是属于超大的违建了。但是现在这一个整个福利建设花园的这个违建，它已经累积到了283平了。从外观来判断的话，看来是有新有旧。全部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再重新检视一次。标准通案的标准不会有差别待遇。公共安全的部分，我们优先来处理。福利建设公司有7栋大楼、1、2楼甲4栋建筑物，还佫伫咧计划讲要甲其中的1栋甲申请做一般的旅馆来使用，安尼引起住户咧怀疑。30年来，经过6任市长，违建的问题一直拢无法度来解决。台北市监管处28嘛来会同相关单位到现场来会勘，要甲这个问题骨头甲背回互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审计部在调查全国地检署电子卡条使用的情形，所发现讲有电子卡条失去信号将近2点钟，性侵犯的行踪无法度掌握。法务部是强调讲，这是外包厂商在更新设备，并无影响到监控的运作，嘛讲外界唔免烦恼。双州上口姓王相关今年7月涉嫌性侵杀害越南籍女义工。警方调查发现，伊挂电子卡条伫假释监控期间再度犯案。审计部定期调查全国地检署电子卡条监控系统，佮发现主机甲发信器竟然连续120分钟，也就是讲，长线期间大约有130回受监控性侵假释犯出现监管黄汤期。告警系统跟监控系统，它是2个独立运作的子系统。所以，当告警系统误发的时候，虽然有120分钟的误发告载，但是我们的监控还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所以一切都是在监控里面，并没有所谓的120分钟完全离线的状况。法务部回应，
规划厂商进行设备更新，因为各境系统误判，才会发生离线的假信号。强调一切监控业务无中断，正常运作。不过厂商无依照规定，无详细说明，登载离线原因，已经要求交付相关资料，各加因裁罚。法务部在对于这些委托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治安啊，还有科技的一个这个单位，应该要有一个更严格的一个要求哈，那不要让最后的这个防线也失效跟失能。妇女团体表示，电子卡了是外部监控的最后一道防线，负责机关应该更较细致谨慎，才会让性侵加涉款有机会形成无定时的炸弹，致使危险的代志发生。更加点出内控的重要性，应该加强治疗辅导措施，避免触发失控因子，让所有的受监控者达到自律效果，才会当真正治本。记者综合报道。私立大学兼任教师的钟点费已经28档唔捌调整过哦。今仔是教师节，高教工会是点名淡江文化等将近6成的私立大学，对民国82年到当哦，兼任教师一点钟拢是领575块，因呼吁政府应该要求这个私校爱调薪。不过，一直起所一定私立老师的薪水拢无起。高教工会伫教师节这一天检视兼任讲师的钟点费，发现淡江文化民团实践中山医学大学等64间的私立学校28年无起过钟点费。那如果是说大学的专任教师呢，他的薪资的调整大概有34%哈，但是私立大学的兼任老师，他们的钟点费调整是0%。甲公立大学比一个，民国82年，公立学校给付予兼任讲师的钟点费是575块，到110年，物价起42%。公立的钟点费有695块，起差不多11%。这64间的私立学校当时是575块，今麦也是同款。各工会比较物价指数来算，英国是钟点费拍7折。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绝大多数的兼任老师都是只靠钟点费在过活。那他们可能要跑5、6个学校，才能够赚到足够他养家活口，甚至养一个人的收入。那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教完这学期，我能不能付得起房租，都在担心了。各教工会强调，未少薪水无起的私立学校财务拢真好，煞当年以加薪不屑老师，呼吁政府应该规范公私立大学，拢爱调整钟点费，爱对着物价甲经济成长，佮确定明年公私立老师拢爱调薪水。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将结束，咱的友邦尼加拉瓜嘛发现设定台湾参与联合国相关的组织。这届计共有10个友邦、13个国家为台湾发声。洪都拉斯嘛也配合联合国的秘书长，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外交部表示感谢。联大总辩论27煞幕，咱的友邦尼加拉瓜伫个上尾一天来发言。尼加拉瓜的外长孟卡达，伊发言话要24分钟，其中有讲到面对防疫，安尼通互台湾参加联合国体系变甲真重要。Ante esta pandemia, se hace imprescindible, por razón humanitaria, la aplicación del principio de universalidad para que Taiwán pueda participar en los mecanismos y reuniones correspondientes del sistema de Naciones Unidas. 这边联合国大会，台湾有15个友邦，其中内底有13个国家伫个总辩论发声来支持台湾来参加联合国体系。这是4年来上介济友邦内底，敢若教廷甲较早同款无讲到台湾。洪都拉斯是以致函联合国秘书长的方式来挺台湾。若日本首相菅义伟，伊是用防疫地理袂当放屁来表示支持。若这届比顶届加瓜地马拉是总统出面来咧相挺。En cuanto a que se considera que Taiwán puede proveer de experiencia, capacidades y conocimiento para el fortalecimiento del multilateralismo, tomando en cuenta los desafíos a los que nos enfrentamos actualmente. 友邦他们以各种的一个方式来展现对于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的支持，我们都尊重，也谢谢他们。外交部表示讲，咱台湾有14个友邦，今年全数是用联名，也是讲个别的方式来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友邦拢真致心台湾的人民，无应该互人放杀。
台湾的贡献更加是袂当互人拍擦消去。理念较活的国家嘛，煞咧讲伫个各种的场合，要用较多元的方式来甲台湾斗相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韩的军方表示讲，北韩伫今仔透早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的飞行器。日本政府是推测讲，北韩应该是发射弹道飞弹。专家认为讲，北韩可能是替今仔日要举行的最高人民会议做势。北韩的驻联合国代表嘛伫联合国大会强调讲，为着维护国家的安全，北韩绝对有发展武器的权利。根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的声明，北韩伫当地时间2日透早6点40分，由北韩雷略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南韩军方甲美国咧分析相关发射资讯。日本首相菅義偉了後出面表示，北韓發射可能是彈道飛彈。本日早朝、北朝鮮が弾道ミサイルの可能性のあるものを発射をいたしました。政府としてはこれまで以上に警戒監視を強め、いずれにせよ発射の状況について現在、まさにこの分析中であります。到伫北韓上新試射活動的同一時間，北韓駐聯合國大使也伫年代最後一天的發言當中強調，北韓永遠未侵犯美國、南韓甲附近國家安全。不過，美國無放棄對北韓的敵對政策，這是朝鮮半島無法度擺脫緊張對立的真正原因。所以北韓不只有權利捍衛國家安全，防止各一擺的韓戰爆發，更有權利去研發甲測試家己的國防武器。 미국과 미국 남조선 군사동맹이 우리를 겨냥한 군사적 위협을 가중시키는 조건에서 우리가 그들이 보유하고 있거나 개발하고 있는 것과 동등한 무기 체계를 개발, 시험, 제작, 보유하는 것은 平壤2日透早發射的導彈並無朝向日本領土甲專屬經濟海域，不過也是北韓自9月15試射新型巡弋飛彈，13天了後，佫一擺試射，佫是今年以來第6擺。美北韓勞動黨副部長金宇正發表講話，講到兩韓領袖會談甲將戰宣言的可能性才開3天。專家認為北韓釋出的善意是希望南韓說服美國解除制裁。 韓聯社分析，北韓真可能希望就2日試射試探南韓政府的反應，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替2日登場的最高人民會議來做勢。公視新聞景元慶報道。咱再來看塔利班摕到阿富汗的政權了後，雖然有承諾講會成立較溫和的政府，也毋過阿富汗的南部省份長宣布講禁止你用伊幫人去剃喙鬚哦，講甲喙鬚剃掉是違反伊斯蘭的法律。 用所為人客剃頭毛、修好手，這款的場面未來恐驚真歹閣看到。塔利班下令禁止阿富汗海曼德省的理容師為人客剃好手還是修好手，這款的行為違反因對伊斯蘭律法的解脫。چې اوس څوک مېلمانه نه راځي څوک د برځې نه راځي ډارېږي نه راځي امام ته نه راځي نه ګیره کلی نه ویښته جوړوي بس ځي ډارېږي ځي بېرته ځي نو خواهش کوم چې خلکو ته خپل ازادي ورکړي که څوک ګیره کلی که څوک ویښته جوړوي。雖然塔利班重新掌握阿富汗政權了後，一再承諾會建立較溫和的政府，也毋過禁止剃鬚手、修好手的命令，也表示阿富汗將回到過去塔利班執政時期的嚴格規定。 同款的問題也出現喺女子教訓班，辦公室仍然澄清無員工也無學員，因為自從阿富汗政府倒去了後，即間位於首都喀布爾的女子教訓班，都無過招收任何新生，無奈之下只好先停業。 خب ما میخواستم به خاطر شروع کار خود اجازه بگیرم چون من اینجا کار میکنم و کار من امنی است. من از این طریق یک دکمنان پیدا میکنم که امور رو بخورم. میخواستم کارم شروع کنم چون وقتی کار نکنم طبعا من پول به دست آورده نمیتونم هزینه زندگی خود پرداخت کنم. 收袂到新生原有的學員，煩惱人身安全，唔敢過去教訓班上課。塔利班政權過去掌政期間，嚴格禁止女性工作就學。 新的臨時政府這個月初7成立，也毋過內閣中無女性。發言人閣較佇電視節目中表示，阿富汗婦女的本分就是生育，毋是忠正，互外界閣較煩惱阿富汗的女權。
公司新闻陈慧婷编译。美國總統拜登將現場直播對全世界放送一組第3彈預防射的情形。另外，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普萊斯確定嘛會着病，國務卿布林肯甲伊有接觸，也毋過目前布林肯採檢的結果是陰性的。No, I haven't any side effects the first or the second shot. 美國總統拜登自新冠疫苗第3劑加強針是輝瑞 BNT， 用現場直播向全世界播送。伊佇白宮搶有起來帶頭字，哪字哪回答記者的問題。因為世界衛生組織一直佇咧講，先買做第3針，甲疫苗留予更加需要的國家。拜登甲因的意見無同。We are helping. We're doing more than every other nation in the world combined. We're going to have well over 1,100,000,000 shots,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going. We're going to do our part. We've also given a great deal of funding to COVAX, which is the vehicle that does this. 拜登講有超過77%的美國成年人做過一劑預防射，大部分的美國人攏佇咧做正確的代誌，不過有23%的人攏無做。而到這禮拜3，也去芝加哥向企業界宣傳做疫苗的重要。78歲拜登符合24美國疾管中心所發布的新的做預防射指南的資格，條件是65歲以上，或者是大長照機構的大民，抑個就是50到64歲高風險族群攏應該做。拜登伊前2針是伫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做。另外，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正式確診，伊伫推特講，在佢出現症狀了，隨去做體檢是陽性，會隔離10天。普萊斯頂禮拜佇咧紐約辦理聯合國大會事務，甲國務卿布林肯有密切的接觸。普萊斯確診了，布林肯也去做體檢是陰性。伊當陣的代表團的人，目前是也無人出現相關症狀。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過來消息，咱來看台中有一間溫泉，最近互民眾檢舉講，攏無咧控制人數，人客嘛攏無保持社交距離，浸溫泉嘛攏無掛喙罨。台中市的觀光旅遊局是表示，會加強稽查，嚴格來處理。也毋過某業者講哦，民眾若是違規，因只會當可能，嘛真無奈。夏天甲秋天季節轉變的時陣，民眾來到台中池泡溫泉，因為防疫期間，大家攏甲喙罨掛條條。但是面頂的汗水已經把喙罨浸甲淡落落。要是你覺得說我這樣子有點不太舒服了，那你就把它再換掉，因為我們想來泡湯的人，大家都有準備，我們有準備2套3套。另外一邊的水療池有高壓的水挑佇咧轉，噴起來的水珠也攏佇咧喙罨的布面頂懸。像現在等一下泡完的話，差不多就要換了，因為你現在看到已經在噴水了，對啊，所以等一下差不多就要換了。為管制降級以來，全台各地陸續開放戶外泡溫泉，大喙罨民眾雖然感覺無方便，但是大部分攏會配合防疫措施。不過溫泉業者講，遇到違規的民眾，也只會當靠善意的可肯。這個經營的領域啊，真的很辛苦。好，我們絕對配合政府的政策。但是總是有1、2個就是不信你那一套，啊，那真的我們也是沒辦法。最近有民眾投訴台中市和平區某溫泉業者無控管人數，保持1.5公尺安全距離，顧客泡溫泉也攏無掛喙罨，違反防疫規定。台中市管理局已經派員到現場了解狀況，強調會加強稽查。民眾投訴的旅館，聯合稽查小組將再次前往稽查。業者如未落實總量管制、控制人流，將依傳染病防治法裁罰新台幣6萬至30萬元罰鍰。管理局表示，已經組成聯合稽查小組，每禮拜4天到5天稽查各旅館業者有落實防疫措施無。若是民眾經過考驗有緣無掛喙罨，會使依法罰3000塊以上15000塊以下的罰鍰。記者台中報道。來看紅西馬祖的台東天後宮有超過100年的歷史哦，因為廟方的土地佇台灣公復了後，就收歸國有。縣政府是一直想要甲地興互媽祖廟。佇2年前哦，縣政府佇國有財產法找到會當應用的法條，今仔日縣政府就拿一筆上千坪土地興互媽祖廟。台東天後宮主委為台東縣長姚慶寧手中摕到這張爭取10多年的土地所有權狀。台東天後宮的土地總算興互媽祖，信徒代表攏真激動。團隊安尼，講解決這土地問題，
这是阮上大的愿望。台东天后宫是清朝末年伫台湾最后一批宫庙，有100年以上历史。虽然早期经过灾难，后来刷到地方人士管的这块土地顶悬，啊，不过伫台湾国破了后，国民政府选将天后宫的土地为做国有，也搁把互军方租用，写明分疆大陆了后，各行土地。庙方一直保留这重要文件，即叫向县府争取用地，啊，不过一直无发权，一直到2年前，县府为国有财产法当中找到办法，完成议会审查，搁送中央核备，开县地兴福庙方1183平土地，也为各地有争议的庙事找到解决的方法。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台东天后宫都有保存着，于是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向中央解释。新的庙当然是要以这个合法来规定。那最早期100年的庙，我们都要协助它一下。啊，不过这摆是台东天后宫收回第1笔土地，目前还有4笔土地无收回来，包含要返乡大陆这个型的军方租用地。司法审理已经胜诉，未来也以共款管的方式，将所有天后宫的土地弄进给妈祖。记者综合报道。国有财产局南区分署伫高雄的凤山有一块1公顷外的土地，要做互厂商来设太阳能光电，也毋过引起地方的反弹。今仔民众就有被报条抗议。居民有被报条抗议厂商要伫这片1.28公顷的国有地馆顶起着太阳能的光电，烦恼有太阳能板折射着光，影响生活，更加烦恼有噪音，还佫有健康的问题。即摆若落雨，有当时佫会涨水起来。要讲互谁听？淹水啊，然后辐射啊、热啊，这些都有影响，对不对？你着讲国有地伫个 A 项内底，离徛价是非常的近，尤其厂商租约通过了后，拢无任何人甲当地居民讲，非常无尊重因。希望核准开发的经发局会当来撤销这个计划。他跟国有财产局承租的这一块地20年，他一切都是合法。那我有请他说，那里面有很多疑虑，那希望他来开说明会。那他也很强制说他就是合法，所以他没有来开说明会的必要。国有财产局南区分署表示，土地过去是军用，军方确定要使用了后，决定2当前公告招标要设置太阳能的供电设备。厂商标到了后，甲市府申请要开发使用，嘛无互人拒绝。不过后续若是市府认定无应该开发，会当取消这个计划，南区分署会依规定来终止着契约，嘛愿意甲土地拨予市府做公众使用。记者王刘婷。交款个人报道。来看，执政党立委陈碧维昨伫立法院用单语质询国防部长邱国正，也毋过部长认为伫立法院应该用共通的语言来沟通哦。也毋过陈碧维认为邱国正无希望伊讲母语，这是真阿爸的行为。2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其实立法院伫这个会期开始，因为国家语言法的规定，有提供无共款语言统一翻译服务。也毋过立法院今仔是表示，因为有争议哦，这个服务会先暂停。语言是个交通的一个工具，大家工具都能够共用的，会比较方便一点。妈妈讲的话叫做母语，母语就是国语。我嘛尊重大家无共语言的人。立法委员陈碧维用台语质询国防部长邱国正，所主张应该使用华语，嘛无用统一，语言的冲突发生伫国会殿堂。今天把闽南语转换成国语，如果今天没有这个口译服务，照理讲，你的不管是行政官员或相关的主管，你其实都应该要想办法知道委员质询的内容。立法院表示，已经遵照国家语言发展法第11条，决定伫行政、立法等等政府机关，通选择使用国家语言，机关爱提供各种语言的统一服务。即会期头届办理代客关注民语言服务，立委会使伫前3天来申请统一，但是头一遍实际执行。陈碧维伫面册表示，伊想讲立法院已经准备好啊，所无希望一件喜事变悲剧。各机关应该安怎落实这相关条文的精神宗旨，应该爱互一寡官员，还是部会，还是讲这个相关的公务人员，应该爱知影，这是其实需要一个教育训练，甲练习的一个过程。咱改拍开，其实就较无一寡敢若适应上问题。立法院表示，虽然政策搁咧试办，所来会搁修正。李光桥基金会表示，国家语言推动的过程无容易，机关权益执行官员嘛爱对咧行。台湾
关才通真正成做一个基建并权的国家。记者林阿文、林学凯台北报道。来看高中学习日停档案，因为工程师的失误，有7800外学生的档案消失了。教育部佮教联会拢强调讲，明年办理个人申请的大学，除了理科系佮体育系，其他科系拢爱参考学习日停档案，至少爱占2成。教育部嘛强调讲，若是配分无合规定，会来减少招生的名额。 111学年的大学考试招生制度4年前就定案，采取申请入学招生的学系，伫咧第2阶段指定项目真实，若是采学习的成绩袂使超过50%，一定爱采学习日停档案，配分上少爱2成。但是医学系、气科系、体育是10%。即马公办模组风波了后，又搁出现废除的声音。 教联会甲教育部中心重视甲采价无改变。目前我们教联会并没有做改变的打算，也就是说，学习历程的百分比是要20% 以上。教育部阁强调，学习日停档案作为申请入学、备审甲选材的重要资料，若是大学无使用，会看状况来减少招生的名额。 教育部当然就会去评估，然后可能会去调减那个校系的申请入学的招生名额的比率。那我想这样是维护我们申请入学的精神。郭教明批评教育部甲教联会为着推动学习日停档案，强逼大学采价，阁有限制，管伤济。即届又阁出包，阁会当要求什么？ 工学有工学的标准，文学有文学的标准，让他们自己去决定自己的一个招生的一个方式。教育部连资料安全都做不好了，那你还要求什么呢？ 去年10月，有一个讲家己是高中生的民众，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废除高中学习日停档案，3天就有5000人附议。即马又搁出现公办模组的疏失。虽然教育部几落届强调学习档案更加有信度甲效度，但是对部分老师、学生甲家长来讲，毋是安尼。记者从新志平台北报道。 来看台北医学大学发表一个上新的研究，显示讲，忧郁症的病人脑部接到信息，可能会伫无到半秒的时间，就开始负面的思考哦。病人家己无法度控制，嘛未发觉，需要专业的协助，才有法度来改善。台湾忧郁症人口差不多200万人，毋过有患者烦恼被打标签，无愿意食药啊，或是找找心理咨商。 台北医学大学心智医学甲脑科学研究所发现，忧郁症患者特定大脑区域的脑波无同，患者就算接受到的是中性讯息，也可能在半秒的时间内就陷入负面反刍性思考。不论它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他都会把它想的方式或想的内容呢，都会往负面的方向一直不断的前进，然后造成一个状况，就是他一直不断的在跟自己，他在脑中一直不断的在跟自己做对话。研究团队认为，这项研究应推论，忧郁症患者脑部可能发生变化，无法度改变或者是发觉思考模式。医师分析，有部分忧郁症患者有临床治疗上的烦恼副作用，拒绝用药啊。不过，若确诊病症有生理基础，药物也是有帮助的。如果在反刍性思考是发生在意识之前，意思就是说他在神经回路的早期发动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没有意识选择现象的话，那我想药物就有它的地位存在哈，它可能透过一些神经传导物质的调整，让我们的这个神经回路能够跳出这个反刍。专家认为，这项研究应证实忧郁症是一种脑功能异常的疾病。透过这个面向来理解忧郁症，陪伴者也为另外一个面向来思考，唔通一直怪患者想伤济。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教师节哦，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提出亲职教育假，呼吁政府爱重视家长教育参与权，应该互家长一档一工的公假，鼓励家长出席后生囡仔学校的活动。相信家长甲老师合作对教育和囡仔非常重要。全教总2011年成立以来，就主动互员工一年一工无扣薪水的公假，出席子女会、学校日或者是亲师日。推动10年以来，全教总呼吁立法院修正性别工作平等法，增订亲职教育假。小党立委出席记者会表态支持。
这个已经更符合我们讲的亲职均等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在性别平权上面导入一个亲职这件事情呢，是没有分说一定是爸爸或妈妈，拼经济的同时也能够拼育儿，能够拼教养。我们希望的是，我们不是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两头烧，而且被困在其中，而是工作和家庭都能够得到平衡。目前包括全国企科医师工会部分民间企业拢来响应，全国总嘛呼吁更较侪企业伫还未修法进前，会当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个是学校、企业、老师跟小孩子有4方面，我们要创造适应。期待说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修法未完成之前可以来响应。那相信后续在学校端的一个家长参与的部分会更多，那亲师合作也会更紧密。全高中指出，虽然未少学校特别把这个活动规划伫歇困日或者是下暗来举行，但有换真侪家长因为工作无法度来参加，毋但影响亲师的合作，嘛互教育基本法保障家长教育参与权无法度来落实。记者林王德新台北报道。最近有民间团体哦，甲历史的人物甲事件画做网架，要互大家来了解台湾4百年来的历史演变哦，佮有甲中国历史的关系。那么，这回来了解。却没有随便侵犯或殖民，而是成为了守护世界和平的航海王。古早的历史人物搭配趣味的台词来讲地河下西洋，甲这个人物的重要事件。曾在江湖走跳的六马子，当然了解交通的重要性。溜冰团发展铁路甲电火照明的历史故事，也伫动画中呈现。一寡拢是历史教育新三族运动协会所推出的历史教育动画。正的来讲，我们的建立的史观，它是对国际交流的过程里面，它是一种和平而不是掠夺的方式。那台湾史一个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一个人物就是刘铭传。每一部影片大约拢伫3分钟时间，团队要将台湾400年的历史演变以及伊甲中国历史之间的关系，用轻松的方式描写，同时也希望会当扩张学生的历史先辈知识。他们的确是有很多先辈知识是不足的，所以上课每上一课课文之前，那个跟历史相关的，就必须要做很多的一个铺陈跟说明。第4部我们准备拍孙中山，那他是因为连接台湾史跟中国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是以大家都知道的历史课本的人物，我们来做介绍啊。以前介绍比较多，现在介绍比较少，所以我们是做一个历史教育的补充的作用。团队规划要推出150部历史教育动画，内容将为历史人物，也是像牡丹社等历史重要事件进行，以动画方式提供更较侪面向的史观，希望了解历史这件代志，莫是沉重，也是互人心里会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的斗南哦，有一间开30多档的茶雕艺品店，因为老头家有会啊，第2代哦决定要转来接手。少年人是有传承着老爸好功夫，佮家己真侪创意，望讲互传统的工艺有新的出路。一支长度形的茶放伫咧机械顶面磨，透过各种工具来雕刻，一支真有路的文创笔就做好啊。这是云林斗南一间经营30多档的艺品店，因为店内的工艺品品质好，形体特殊，伫咧地方已经真出名。即马甚至阁有外县市的人客来落订单。看伊遮的作品吼，算讲咱有解。即马形体即马做了拢袂歹。特色就是形体甲人无共款，比人较济。吼，佮第2点就是讲我做的物件比人较清楚，互人会甲咱认同来讲，我做的物件伫外口，那看我这个物件就知影连起来啊。传统的产业人人欣赏，不过要久长经营落去，总是会拄着传承的问题。工艺品的第2代谢正英，自细汉就看爸爸逐工注心伫咧刻茶的工艺，而且唔甘爸爸研究一世人的技术集团，决定要转来接手。不想让爸爸就是那么辛苦，然后为了这个技术而失传，广告设计、文创东西结合在现代的生活化。对，然后就是同时的话，现代人喜欢摆在办公桌上可以聚财，然后小朋友就是带回家的话，就是可以让他金榜题名，学业进步。两代人要交接，做法甲观念难免会有冲突。不过嘛是因为传统甲少年世代的交流，会当把创新的手法用传统的手路表现出来，互茶雕作品有新的出路。记者综合报道。
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